土耳其第二大党好党主席梅拉尔·阿克森纳说，荷兰和加拿大议会已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暴行视为种族灭绝。我的请求是，各党议会小组组长，你们将与议长会面，讨论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出要求，将维吾尔人遭受的暴行视为种族灭绝。2月23日，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了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行径定为种族灭绝的动议。2月25日，荷兰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定为种族灭绝。去年夏天返回法国的维吾尔族妇女古里巴哈尔日前推出了《中国古拉格幸存者》一书，介绍了她在东突厥3集中营被关押的经历。该书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大量的报道。上周周二，中国驻法使馆发表声明，谴责他长期从事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声明写道，2009年，古里巴哈尔以探亲为由回国，参与煽动了乌鲁木齐75事件。同年，他们与东突组织头目在法国勾连，策划了呼应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反华示威游行等一系列分裂活动。其女儿也因他们诱导加入示威会。她与丈夫、女儿多次入境，妄图在境内煽动制造暴恐活动。古里巴哈尔一家拒绝对中国驻法使馆的声明发表任何评论，驳斥中国驻法使馆有关他曾经多次入境中国以及其他的言论纯属一派胡言。参加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近50人，周日早晨被以国安法条款起诉。2月28日，香港47名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以违反香港国安法起诉，并不得保释。所有被捕人士将于今天上午在西九龙法院出庭。香港警方今年1月逮捕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共55人，指控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各界都在猜测他的下一步。2月28日晚间，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欧兰多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登台亮相，暗示自己可能在2024年再次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特朗普在今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职前离开白宫，这是特朗普卸任后的首次演讲。除了暗示自己2024年可能第3度参选总统外，特朗普也驳斥了关于他要组成新政党的谣言。他表示，既然自己已有共和党，他没必要再创一个新的政党。他重申，共和党将比以前更团结，也更强大。我不会组织新的政党。德国外长马斯就欧盟领导人上周同意的疫苗护照发表了声明。德国外长马斯在推特账户上就计划在欧盟国家使用的疫苗护照发表了声明。马斯说，我们必须全速处理欧洲疫苗护照，最好是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数字平台文件。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我们没有为大流行期间的可预见问题准备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尽快接种疫苗。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及时准备好疫苗接种护照。